你有冇試過，因為人哋一句說話、一個表情，就喺腦入面開咗無限次內心小劇場？成日覺得攰，成日被人影響心情。其實要搵返內心平靜嘅鑰匙，只需要2個字：Let them， 由得佢哋。呢個概念係成長導師 Mel Robbins 提出嘅，簡單但超有力量。Let them 唔係叫你放棄，而係教你放手。當有人唔覆你信息、批評你，甚至離開你，由得佢哋。你唔可以控制人哋點做，但你可以選擇唔俾佢哋奪走你嘅平靜。呢2個字就好似心理斷路器，幫你中斷負面情緒，打破我一定要控制一切嘅幻覺，保護你寶貴嘅能量。舉個例子，朋友聚會無預你，Let them， 將時間俾珍惜你嘅人。有人喺網上講你，Let them， 你嘅平靜比解釋更值錢。同事喺會議度打斷你，Let them， 你冷靜講，唔好意思，請等我講完。呢份鬆容先係真正嘅力量。要做到呢點，可以試下4步。第1，留意觸發點。第2，心入面講 Let them。第3，將注意力放返自己身上。第4，持續練習。但 Let them 唔代表任人踩你，佢唔係逆來順受，而係有意識咁選擇回應。當你心定咗，你先可以用智慧去設界線，講清楚，甚至離開有毒嘅關係。而 Mel Robbins 仲講，多一步更重要。Let me rest， 俾我休息。Let me focus， 俾我專注。Let me grow， 俾我成長。Let them 釋放對他人嘅控制。Let me 就係重奪對自己嘅主導權。記住，我哋控制唔到世界，但可以控制自己嘅反應。下次有人令你失望時，深呼吸，輕輕講 Let them， 再用堅定嘅語氣講 Let me。 由今日開始，選擇平靜，唔再內耗，因為真正嘅自由就係由得佢哋成就自己。